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各国议员重启国际议员支持西藏网络；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在纽约会见中国异议人士；司政边巴次仁在华盛顿主持驻外代表年度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列出与酷刑有关的藏人死亡人数；藏人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中国侵犯西藏语言权利的问题；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官员出席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于上周四6月2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圆满闭幕。本次大会成功恢复了国际议员支持西藏网络，并通过了华盛顿宣言和华盛顿行动计划。华盛顿宣言和华盛顿行动计划呼吁各国议员通过立法、决议或动议，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举行听证会和调查活动，推动西藏的自由事业。议员们还承诺在维护国际法方面采取协调行动，尊重和促进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将西藏视为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努力支持藏人通过对话解决藏中冲突。本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计划详细内容，敬请登录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中查阅。另外，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周玛次仁女士，于本周一6月27号在美国纽约会见10多名中国异议人士。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向与会华人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民主政体的演变，副议长则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与会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对正副议长的观点表示赞赏，并一致认为由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是一项互利双赢的政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一种政治决策，并强调藏人、台湾和香港人应该共同对抗中国的暴政。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瑟坚参、前政治犯尼玛拉姆女士、驻北美办事处秘书长扎西顿珠和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等相关工作人员陪同正副议长参加了上述会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圆满结束后，于上周五6月24号主持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外代表年度工作会议。会议深入讨论了有关藏人志愿游说项目，各办事处代表在各自所在国展开外交和宣传工作方面的问题，以及第16届嘎夏即将展开的人口调查工作等议题。当天，司政还主持了一场与北美各地区藏人协会代表的视讯会议。司政在会议上强调了对流亡藏人社区展开人口调查的重要性，并强调人口调查工作是第16届嘎夏的重点工作之一。而在上周日6月26号，司政访问了美国佛蒙特州和波士顿的藏人社区，并向当地的藏人民众发表讲话，介绍了为期2天的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的相关议题。此外，在上周日6月26号，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人权事务处发布了一份2008年至2022年西藏境内遭酷刑致死藏人的名单。
该名单列举了自2008年西藏山区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国统治的运动以来，西藏境内已知至少有50起与酷刑相关的藏人死亡案件，包括19岁的西藏石曲县僧人丹增尼玛，服刑21年的西藏比如县时年51岁的导游宫阙静巴，西藏那曲比如县一位育有3名子女的拉姆，以及2015年在中国监狱中离奇圆寂的西藏高僧珠姑丹增德烈仁波切。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甘丹措姆女士于上周五6月24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常会上，就中国侵犯藏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加强对西藏语言和文化的打压力度等问题发表了口头声明。甘丹措姆女士代表受威胁民族协会引用了近期有关中国政府在寄宿学校实施强制性教育制度的报告，呼吁人权理事会和特别报告员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将西藏儿童带离他们的家庭和文化环境，强制性在寄宿学校中接受汉化教育。他还对中国政府压制西藏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政策表达关切，并强调中共当局逮捕和拘留大量从事保护西藏文化的作家、知识分子、歌手和学生，并且在拘留期间进行洗脑教育，以及实施单独监禁及酷刑折磨等刑罚。与此同时，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的民众也于当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楼前举行游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持续在西藏实施的强权打压政策。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秘书长池列汪杜先生于上周六6月25号在安特卫普出席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暨比利时江央洛培周末藏语学校成立14周年庆典。池列汪杜先生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呼吁与会藏人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一贯教导，保护和发扬濒临灭绝的西藏传统习俗、文化和语言以及宗教传统，并向该校毕业生颁发了证书和奖状。江央洛培周末藏语学校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等地共开办了6所学校，目前共有372名藏人儿童在该校学习西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